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震大消息。中央决议要破坏掉现金1万块，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嘛提案要破坏掉现金5万块，搁来发动掉甲级动员，要求统计人数进行表决。啊，国民党的议员是痛骂民进党操作数字误导市民。啊，那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，高雄的人口比台中较少，煞摕到1300万，这个1300亿的预算。罗市长讲。中央和台中的钱哪有够1000亿，安尼这5万块的现金当然嘛会使发。我们提出表决动议。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即阵到一半，向冲向市长罗秀燕遐大声抗议。好了，休息10分钟。议事堂现场争乱，议长张清照赶紧宣布休困，罗秀燕站起来拔头就走。今日透早开临时会，民进党议员提出动议，要求破坏5万的提案随进入表决。国民党议员提手办标语嘛冲出来，强调地方发5万是无影的代志，爱大家唔通欺骗。那刘议员为着讲要破坏5万块现金，激烈攻防。民进党议员认为破坏现金未去排除社会主权，要求随统计人数做表决。到底可不可以发？可以发多少钱？可是我想一再的被忽略，一再的被忽视。立行议员发动甲级动员，爱罗秀燕当面表态。那行议员骂地方的预算不够，民进党唔通互市民误会。你们都知道台中市的财政结构是怎么回事？每年到底有没有盈余？为什么会提出这么愚蠢的谎言？罗秀燕强调，中央的预算若不有够，要发当然没问题。前瞻预算，高雄拿了1300，我们才拿200多亿。那如果中央给我们1000亿，我们就有能力发。罗秀燕认为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财会分配无公平的问题，破坏5万的提案拿了无共识。经过协商，要求市府1个月内把建议办理的结果送到议会审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